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震动的消息。针对着川普的对顶关税，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是邀请到朝野党团到行政院共同参详国家的政策甲方针。想袂到郭建明不满着布昆奇坐伫个 C 位，都是坐伫个主位，是甲下杀叫伊着让位。啊，今仔日的立法院嘛是搞的火药味，民进党团继续占领主席台来背角。啊，国民党团是搬出着2个座位，敲死郭建明，讲要甲主位让互伊。啊，行政院长杜英泰讲，就国家来讲，实在无啥物主客之分，大家愿意坐落来，针对目前拄着的问题来讨论，这是上重要的代志。面对引领川普的关税动群，记者日单经济部长郭智辉、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有意要提早接受访问，和民进党立委甲阻止。颠倒是国民党团搬椅啊，爱郭建明坐中央，即嘛是要考车今年一天行政院邀请朝野共商国事，这个位敲袂拄好。大家好，就国家而言，政府是一体的，是大团队当中的一体，实在是没有什么主客之分呐。因为大家愿意坐下来，就当前遇到的问题来做讨论，其实是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过，民进党团各以违反停书通过反废死等公投案为理由，继续占主席台，同时嘛是第4摆去签到行政院长杜英泰施政总之顺。不管是把门关起来直接投票，还是说根本就不在会议期间投票，这已经是完全破坏议事规则。所以这绝对不是什么当家闹事，在立法院现在当家的就是国民党。下晡，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朝野协商，针对最近的股灾，确定杜英泰专案报告的日子。啊，这个布昆奇除了建议未来台积电到美国设厂，必须要先到立法院报告，更加提出总预算删减的1439亿，会使做提振经济方案的基础，引起真大的风波。总统代院长也再三表达，希望到国会来，能够让他现在要推行的这个特别预算的政策，能够让全国国人能够了解，在今年所编列的总预算所节约下来的这些钱，回到国库以后，特别预算当然可以用这些钱来指引。关税问题要安怎运用，即马变成立法院战场的焦点。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